底吼，因为真正系统比较在都开危险，来去大条。你的开口甲你的表情，哪会甲伊遐共？比我遐尼近，是要甲我头前嘛？我真正有咧想咧，要安怎才会当有话为平这件代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有法度听到开会的声音？是安怎许医师会让我一直收到就到的？今日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日子。你哪知？学弟，是安怎你会当用我的身体甲郑楚伟讲话？刚讲是附身，反正我可能已经